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约书亚記第15章，猶大支派照因的宗族抽籤得到的地區，是伫上南邊順以東的邊界，南直到神的曠野。因南邊的境界是對鹽海上南邊，探到阿克拉賓山坪的南邊，經過神到加迪斯巴尼亞的南邊，佮過希斯倫上到阿德尼，西到甲甲，經過阿文，探到埃及的溪谷，到地中海為止。這就是猶大支族南邊的邊界。南邊的邊界是鹽海上到約旦河的出口，北邊的邊界是對約旦河的出口開始，上到伯哈拉，經過伯阿拉伯的北邊，上到波罕的石盤。波罕是魯賓的囝，迄個邊界佮對阿甲山谷上到底皮，北上到阿多尼山坪的對面。河的南邊是吉甲，佮經過溫實麥的水泉到溫羅結。迄個邊界佮經過希倫子山谷，上到耶布斯山坡地的南邊。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迄個邊界佮上到希倫山谷西邊對面的山頂，就是利法因山谷的上北邊。迄個邊界佮對山頂的尼弗多雅的水泉探到以弗倫山遐的城市，佮到巴拉，巴拉就是基列亞林。迄個邊界佮對巴拉西邊西到以東山，對亞林山邊的北邊，亞林就是基撒倫，佮落去到別是麥，經過丁拿，迄個邊界佮西到以吉倫山坪的北邊，煞到西基倫，經過巴拉山，探到亞比列，到地中海為止。地中海就是猶大支族西邊的邊界，這是猶大人照因的宗族所得到的地四圍的邊界。約書亞照上帝的命令，將猶大支族中一份的土地，就是基列亞巴，予耶弗尼的囝加列做基業。基列亞巴就是希伯倫，亞巴是阿列族的祖先。加列對遐趕出阿列三個囝，是西、阿希曼、甲達味的後代，佮對遐去攻擊底皮的住民。底皮以前叫做基列西弗。加列講：什麼人攻出基列西弗，我就將我的查某囝亞撒，予伊做某。加列的小弟基納斯的囝俄多列攻出這個城。加列就將查某囝亞撒，予伊做某。亞撒出嫁迄日，俄多列叫伊着甲伊的老爸討一窟園。亞撒對驢仔落來，加列問伊講：你要愛什麼？亞撒講：請你予我一份禮物。你有予我一塊南邊的大地，請閣予我水泉。加列就將頂下兩個水泉攏予伊。下面是猶大支族大個宗族所得到的產業。猶大支族上南邊瓦郡以東邊界的城鎮有加述、以德、亞哥尼、基拿、底摩那、阿達達、基底斯、哈索、以提那、西夫、提廉、比亞洛、哈索、哈達他、加列、希斯倫，就是哈索、阿曼、西馬、摩拉代、哈薩、加代、希實文、別帕列、哈薩蘇亞、別是巴、比蘇約他、巴拉、伊因、伊辛、伊列多列、基斯、荷尼瑪、塞吉拉、便瑪納、三薩納、利巴烏、伊辛、阿因、林文，共29座城，甲附近的莊舍。伫山坡有伊什陀、索拉、阿辛納、沙諾亞、溫甘林、塔普亞、
以南、亚伯、阿多兰、索哥、阿西加、撒拉因、阿迪塔因、基底拉、基底罗塔因共14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西南哈大沙、灭大加德、底连、米斯巴、约帖、拉吉、波斯加、伊吉伦、加本、拉曼、基提利、基底罗、约大郡、那玛、马基代，共16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利拿、伊帖、阿山、阿胡他、伊什纳、尼希、吉伊拉、阿吉希、马里沙，共9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伊吉伦以及周围的乡镇甲乡舍。伊吉伦西所有瓦郡、阿苏托的地区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阿什托甲周围的乡镇以及庄舍，加萨甲周围的乡镇以及庄舍，直到埃及溪谷甲地中海以及沿海地区。伫山区有沙密、雅提尼、索哥、戴拿、基列、萨拿，就是底佩、阿那别、以实、提巴、阿念、戈山、荷伦、基罗，共11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阿拉、多马、伊山、阿龙、贝塔坡阿、阿菲加、丰塔、加利阿巴，就是希伯伦、西尼，共9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马浑、加密、西夫、犹他、加西列、约旦、沙拿、该稳、基比亚、丁拿，共10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哈弗、约书基多、马列、贝阿诺、伊勒提郡，共6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基列巴列，就是基列亚林、巴拉，共2座城，甲其中的庄舍。伫旷野有阿拉巴、灭丁、西加加、日山、盐城、温基底，共6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。住伫耶路撒冷的亚伯斯人，犹大人无法度甲因赶出去。亚伯斯人甲犹大人做伙住伫耶路撒冷，直到今仔日。整个15章所记载的是在应许之地上，犹大这个支族所分配到的地界，以及其中的各个城市。这些地名特别难读，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以地图的方式来呈现。然而，这是古老的土地文献，所以变成以文字的方式来表达。在这些地界与其中的城镇的记载当中，夹杂了2个特别的事件。首先是13到19节记载了迦勒分地的事件。迦勒就是早在民数记13章，摩西派各支派各一人前往侦探迦南地的时候，迦勒和约书亚2人是唯二带回正面讯息的代表。这里记载了他为女儿相亲，而他女儿亚萨像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以及箴言31章所描绘的才德妇人一样，不是省油的灯，都是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懂得经世致用的典范。他怂恿先生向父亲要地，更自己从父亲那边要得祝福。事实上，他的父亲迦勒本身也是信心的代表。虽然他们的祖先是以扫，并非上帝所拣选的雅各，但迦勒这个名字与狗谐音，似乎呼应着耶稣与迦南妇人的事件。主啊，不错，可是小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。即便不是身为以色列人，但何尝不能因信上帝而得着恩典呢？另外一个事件，则是在63节指出，耶路撒冷城里住的耶布斯人、犹大人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去，
因此，虽然约书亚记看似占领全迦南地，但迦南地的影响其实从未能完全从以色列百姓的当中除去。今日的基督徒，我们也不可以太过单纯的以为我们活在与世无争、隔绝的无尘室里，应该学习迦勒和亚萨的典范，在困难的环境当中，凭信心创造可能。